台南市最近出现头一个本土的天狗类病例，是今年台湾的头一个哦。这个个案顶个月有去中国，也毋过因为是这个月初才发病，目前搁会了解感染源。为着避免拖到社区哦，今仔早起嘛开始喷药啊消毒，厝边隔壁嘛拢互通知讲爱去检验。台南市卫生局和环保局也有大批职工互相配合，伫咧林德区成功里厝药啊消毒，毋但路边的水沟啊，就连无人咧住的厝也拢要消毒。公部门的这么紧张，就是因为台南市出现今年第一例的本土天狗节患者，这个个案是40多岁负责人，伫6月初时开始有发烧、头晕、腹肚痛等等的症状，但是在14天内伊拢无出国过，和伊带做伙的厝内人嘛拢无这个症状。进行他居家周围150公尺周围都进行全面室内以及室外喷药。因为你真的遇到了，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还是需要啦。为着要调查感染的来源，卫生局扩大采检，所以这区附近的民众也得抽血检查。住在这个附近抽个比较安心一点。继2019年之后，第一次发生了本土登革热案例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方式是赶快去做清消，好，那周边的社区还有周边的人来做检测，那希望不要再发生这个蔓延的现象。最近的天气是真烧热，佮加上落雨，卫生局发现，伫台南市网桶的检测指数大大增加，所以嘛提醒民众都要甲徛家的环境变好清气，共同来防治天狗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登记关。